Hello，我係營養師阿 Lin，咁我咧已經做咗營養師差唔多20年㗎啦。冰鎮嘅綠茶或者草本茶啦，低咖啡又高抗，笑完笑。為咗避免咧淨係飲啤酒或者汽水咧，有啲健康又實用嘅飲品可以建議俾大家嘅，等你可以保持水分啦同埋精神。椰子水咧有天然豐富嘅電解質，可以咧迅速咁樣補充翻流失嘅鈉、鉀同埋鎂，有助身體水分嘅平衡。你亦都可以試下咧，自己整啲檸檬水啦，或者橙汁，加啲新鮮嘅水果片啦，或者加入少少蘆薈汁，唔單止解渴，仲有潤喉嘅作用添。蜂蜜鹽水用少少蜂蜜同鹽調配，咁係天然嘅電解補充品嚟㗎。冰鎮嘅綠茶啦，或者草本茶，低咖啡因又高抗氧化度，咁就唔會令你睇太興奮啦。水果冰沙可以用啲西瓜啦、火龍果或者蘋果打成一啲冰沙，佢又解渴啦，又有豐富嘅維他命。咁建議咧，其實每15至20分鐘咧飲一次水，咁就唔會令到咧自己太容易有口乾嘅情況啦，精神就會自然好啲，盡量可以享受到個比賽啦。咁記得啦，唔好淨係掛住飲啤酒同汽水啊，都有好多健康嘅選擇㗎。